美国纽约市长亚当斯涉嫌贪污罪，不过司法部却要求承办的检察官撤案，让外界质疑亚当斯用支持总统川普遣返移民的政策来交换撤案，是引起4位纽约副市长甲承办案件的检察官用枪势来抗议。美国法官找一调规听证会，要求说明撤案的理由。 美国纽约市长亚当斯在到加达警察法院，都和抗议民众用大声公要求伊落台。亚当斯在2024年9月受到联邦检察官起诉，涉嫌诬洗、非法接受国外的竞选关键等5项罪名。将做美国史上头一名在任受到起诉纽约市长，也毋过亚当斯无认罪，嘛，过做外界爱伊请示落台声音。 美国司法部搁伫7日要求承办的检察官沙松撤案，包括沙松甲另外5名检察官是律师请示，抗议政治干预司法。 A federal judge declined Wednesday to immediately dismiss the corruption charges against New York City Mayor Eric Adams, saying he wanted to carefully review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quote, unusual move to halt the prosecution. 因为亚当斯进前是配合总统川普政策遣返非法移民，和纽约4名副市长伫当地10次集体辞职表达不满，和纽约市政是陷入混乱。纽约市议会议长嘛伫同一天呼吁亚当斯辞职落台，外界质疑民主党籍的亚当斯用支持总统川普政策方式来换贪腐的官司。立法官是要求亚当斯甲司法部出席19个听证会，说明要求撤案的原因。 During the 80-minute hearing, the judge pressed the acting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Emil Bove, on the government's rationale for dropping the case, namely that it was impeding Adams from aiding in President Trump's immigration crackdown, after the former top federal prosecutor in Manhattan alleged the two had struck a quid pro quo. Adams has emphatically denied that. 亚当斯伫听证会面顶宣誓，佮一摆强调无犯罪，嘛表示司法部无向伊做出任何承诺，嘛无威胁伊。立法官何代伫听证会并无做出任何决定。司法部嘛表示有可能伫11月纽约市长选举了后，会重新考虑提起诉讼。纽约州长霍克表示，19个听证会结束了后，会个决定后壁行动。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州长有权利罢免包括市长甲警长在内的地方官员。纽约州的宪章嘛有正常性的规定，州长伫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向市长提出 正式指控，和市长辩护机会。伫罢免程序进行的期间，州长可以当暂停市长的职务30天。公视新闻台是董炳玉。